台湾人洗油脂的比例是全世界上界高。国健署表示，高血压、高血油甲高血糖的三高，都是油脂病的风险因素。食粉、大颗、乌白食油啊，卖互油脂出问题。尤其是40岁以上的民众，都要定期体检。40岁吴女士是慢性油脂病的病友，洗油脂洗到即马已经洗17档啊。伊讲当初伊大学拄考调，新生力学检查的时阵，就发现油脂的功能异常。不过迄当阵伊无去注意，也无继续追踪治疗。无想到讲2年了，恶化成这尿毒症，只好洗油脂。以家己的经验来呼吁民众，千万要重视油脂病所带来危险。2年后就是升大3时候，就是已经诊断为尿毒症。那我觉得其中很大的原因就是我中间第一个完全是没有追踪。油脂病早期预防正重要。根据国健署上新的调查发现，40到64岁个人内面，超过3成有3悬合并油脂功能异常，别讲2成的民众同时有食粉加油脂功能异常。超过2成有大颗加腰围伤过粗合并油脂功能异常，这个拢是慢性油脂病的高风险因素。肾脏的伤害就是全身伤害的总和，那你每这些慢性病最后都会回到肾脏来，因为它是一个最基础的环保机构。肾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。那平常可能你也不知觉，不晓得它有没有出问题。那唯有靠我们平常的检查，那靠这些检验的数据来能判断。国健署讲，台湾有人叫做水油脂的王国，水油脂的人口超过9万人，慢性油脂病一年健保的支出超过530亿，是医疗支出上悬的一面。所以预防是比治疗较重要。国健署即马是免费提供40到64岁民众每3年一遍，65岁以上的民众是1年一遍的成年人预防保健服务。只要量早做体检、量早治疗，就能避免油脂功能恶化到水油脂的地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